青光眼和医学界讲做是头提视力的一个策略。根据到 WHO 的统计，到去年为止，全球青光眼患者已经超过8000万人，未来2024年甚至有可能来超过1亿人。台湾青光眼的关怀协会提醒，近视超过500度、有高血糖、高血压的人，就要注意目睭的状况。若总发觉讲你的目睭会疼、视野变较下，就要赶紧找医生治疗。我感觉整个头痛欲裂，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，有些地方我会觉得好像视力没有以前那么好。那时候我自己才回想到我青光眼可能，这真的是青光眼影响的。结果到医院的时候，医师就告诉我说我已经非常严重了，我如果再晚一点去，有可能会失明之余。亲像王小姐这款有青光眼镜头的患者 ，WHO 统计到去年为止，全球已经超过8000万人。台湾目前有超过38万人有这款镜头，而且根据医师的观察，这群青光眼患者当中有27%甚至无到50岁。但是我们台湾地区有个特别现象，就是说我们在低年龄层的话，病人有增加的现象。那这个主要是跟这个高度近视越来越盛行有关系啊。年龄小于50岁的这个青光眼大概有27%左右，所以算是在各国来讲，算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。专家讲，近视超过500度的人是青光眼的高危险族群。另外，高血糖、高血压的病人，若目口疼、目睭鳞红记记，都要有警觉。一般来讲，青光眼上明显的镜头就是视野变矮。它可能会有眼眶疼痛。那如果说到了相当程度以后，当你视野有严重丧失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病人可能会注意到说，他要上下楼梯啊，就觉得比较危险，或者是他很容易再碰到东西。台湾青光眼关怀协会提醒，青光眼是带一世人的镜头，不是手术就会解决的，配合目药水长期保养，才通避免恶化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正佑台北报道。